今年的228拄好伫咧拜五加上拜六礼拜受3天的休课日，台南各地头除了精彩活动，即马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这樱花已经开5成，吸引真侪游客来这行搭。那台南市的管理局就表示，今年台南的订房率偏去年同期是成长1成，而且讲到时阵呢，这订房率会超过8成。500丛粉红色的樱花开甲水当当，目前花开5成，即阵唔免出国，伫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，伫在欣赏樱花海的美景。官方表示，2016年伫园内净水地区建国将无共品种的樱花树，边仔有规片破树菊。今年按算228年假前后的大开，因已经准备好势，要用春天的花景来迎接游客。所以这次下来就是走一些博物馆的行程，对，就是走比较文青一点的路线这样。今年正好赶上我们园区有4大花海可以看，包含在馆内西馆这边有金色波斯菊花海，是每年春节一定会有的重头戏。在密林区有一整片被大家戏称为薰衣草的紫花藿香季。那另外，尤其在净水池区呢，现在也在盛开的是樱花。今年228因为连假加2天，管理局按算台南订房率会超过8成。无论是亲子主题饭店，结合放假甲游乐设施，这是5星级打造度假气氛的套房，大美需求拢真大。业者估算连假期间客房会规个拢客满。其实是已经住房超过9成。那随着假期越来越近呢，询问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那有预计呢，在这个周末可以达到满房的状态。甲其他饭店较无共的是，主要阁有包括迄主题的设施，互囡仔大人会当带囡仔迄种家庭的人客，拢会当来带做伙耍安尼。管理局表示，订房率比去年同期成长1成，显示旅游市场稳健发展。不过，饭店业者表示，3月至5月是旅游业的小月，为了提升订房率，有业者是头摆结合小农体验，互游客唔若住府城，阁会使到南西体验万座啊，生活采草园，感受台南的农村文化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